好，那我们看第二首哈，记得它是有它的前奏比较长哦，它有一个中段的时候不要就下歌了啊。好，第一步先不要拖哈。那好，没关系，因为它跟我们的 YouTube 不一样，那我们就是直接下了啊。好，因为跟 YouTube 不一样啊。刚刚那样子对。移动你的脚步，也
快乐。阿门。感谢神，我相信今天圣灵一定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敬拜。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诗歌起来赞美，不管大山小山都要赞美，不管太阳月亮也要一起赞美。敞开我们的头，敞开我们的心，一起交给我们的神。
我藏身处。你一个救。
帝，让我们天天与你来连接，让献上你的心与灵，献上你的敬拜，求你来悦纳，让聚会中的孩子那些事没有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谢谢耶稣。共同决胜为了名求，阿门。在坐下来前，再次的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愿神丰富的爱天天充满你。愿神丰富的爱。愿神天天的爱充满你。我要讲，我讲的。我们的圣神光光平安。今天早上很高兴，来自远方的从新竹来的我们的姐妹弟兄们，有盖3月张教会的拜。愿神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充满我们，愿神的灵在中间来做他自己的工作。在开始以前，让我们再次跟我们边上的姐妹弟兄，就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来敬拜，很高兴可以跟你来敬拜，很高兴可以来敬拜。好，这时候果然努力，我们跟你的把波动一起来站立。我们再一次让我们前进的心，通过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爱。波利了巴尼哈迪帕布拉六，给他读3分，唱2次之后就可以继续的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敬拜主上帝。每个人有最美的梦。
也得了你的给他。至高荣耀的天父上帝，现在的耶稣基督，以及真理宝贵神的圣灵，我们要再次将荣耀、颂赞、爱他的归给你。主，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主，你知道我们的卑微跟软弱，主，你甚至知道我们的缺乏跟需要，同时你清楚我们的亏欠和失败。天父，谢谢你查看我们的举止跟我们的言谈。主，你深深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因着你更加清楚用来依靠。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非常平安的度过。所以恳求你因着你自己的慈爱跟赦免，饶恕我们对你的亏欠。也恳求你因着你的信实建立的宝血遮盖覆没我们的过犯。主，也恳求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亏欠拦阻你神的双手。亲爱的主，你真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肆虐了8个多月，已经带来数十万计人命的死亡，也造成全球性的经济的恐慌。这同时在疫情过程中间，让我们失去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没有怜悯的上帝，今天这个病毒在全球仍然扩散，全球的百姓跟人民都因着这个疫情的扩散更加的恐慌。所以再一次恳求圣灵医治一切因新型冠状病毒而患病的朋友，无论我们是不是认识，无论距离有多么的遥远，是爱是恨，主，我们恳求你，这些人当被纪念。主，甚至主啊，求你叫这些患病的朋友早日康复。主，我们也恳求你，继续恳求你，求着帮助我们国人非常谦卑的。过去我们虽然有非常好的防疫的措施，主，我们去看见，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求你，我们国内不是爆发第2波更大的疫情，我们甚至更加做超前部署，以至于可以防止第2波的疫情。天父上帝，谢谢你，主，你知道昨天是父亲节，我们感谢你赏赐我们地上的父亲生养我们。主，你真知道，虽然有时候父亲不善言辞和表达，甚至有些时候父亲是缺席的，可是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父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许多的缺乏跟软弱。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爱。感谢我们的父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每一件建造我们的事情，甚至签了主上帝，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的父亲可以经历天父你全能的爱，像儿子一样被你的宝宝领受你的救恩很丰盛的祝福。主，谢谢你，今天主任很高兴有远从新竹到访的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一同在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来敬拜你，并献上圣赞代代，一切都要归给你。愿你悦纳，并透过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将分享的话语的黄牧师交在你的手当中，愿你使用你仆人的口，主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也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合乎你的喜悦，让我们将你的话语深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主啊，免得我们得罪你。就像今天的早晨的敬拜，恭敬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愿我们的敬拜被你悦纳，愿我们的祈祷蒙你应允，愿我们的聚会合你心意。谢谢你听我们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接下来我们一起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语言，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一起来诵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
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然后怎么了？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参考手背上的周报。很多是好嘢，我们能够都修好了没得？我来分，我们这个都是配置好，请各位翻开到第2页的部分。先预告下周的主日的侍奉。这一周8月16号的主日的侍奉是合堂礼拜，9点半就进行到我们的程序里头。这一周的主礼者、讲道者是黄英杰长老，司礼者是吴秀香长老，司宪秀雄跟敏慧执事，招待陈家恩。在敬拜赞美的是第一组的同工，诗琴是陈嘉玲姐妹，后一片是郑丽辉姐妹，音控不是林奇朗执事。接下来下面这一栏是儿童主日学的侍奉，我们是10点钟开始预备心，10点半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程序里面。8月16号的服事的同工短讲是8执事奉献了林世贴小姐妹。10日是王佩文跟李安阳。那下周的各团的聚会，有龙方好诶等于还有带就以后跟para to kita na masa to pikirin no龙方好诶带就的好诶就都很美感。nuka kalian ha awa kalian ha to父亲该我手工艺几秀美长老们可以带那长老和那长老来领唱。这个8日当影片分享，由卡洛弟兄来指领配文跟新闻来敬拜。大家的海娃家庭礼拜的部分，在下周3被安排的家庭是明文老弟兄的家庭，他们的住址，因为这个所谓的资讯法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只刊登在不得2日5号。隔离在主理者是爸执事社会的林执事，礼拜日祈祷会给到该礼拜日祈祷会请约翰长老来带领我们领唱我们请张春的姐妹。那下面教会一栏8月19林建4、8月26号甘约翰，9月2号郭秋玉。如果有需要调动或是提前的不时不刻来招待接待弟兄前往的家庭，请提早告知，来安排其他的家庭可来进行我们的家庭礼拜的探访。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右边的奉献的报告，上周的奉献，各项的奉献明细除了周报上面所刊登的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就刊登在我们的公布栏上面那如果有疏失的或是遗漏的尽快的告知我们的通知我们的执事同工，就很快做更正。dengan pulau masa saya api hukum mako semua dah mungkin kita belajar ada kaiwa tolong upat mempatak tusah soat tusah pito semua dah 上周我们的贡献合计是36227元，愿上帝来纪念每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姐妹弟兄。再请我们翻看最后一页，让我们来过。一起来看我们本周教会的消息。首先，我们感谢上帝，来再一次来欢迎远从新竹坚实前来我们教会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的被丢盖由黄雄牧师带领的长子同工及幸福一同约80名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好吗？把我们家三哥，我们看欢迎大家，谢谢你们的带领，谢谢同志们来拯救。如果节目弟兄需要读经进度表的，我们本周的读经进度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17章到18章。如果您需要，可以到后面的招待桌区来索取。
memang lain kami alat tu ya macam api ampai tu kau kai tu pakai tu asyik tu fang saya sudah sana saya dah hawi memang lagi show kata air itu bisa tay anu minta ham ham minta ira ku pa ina thongkong kita na ma kun nanai mo kala kita asyik tu fang saya sudah biswar tu fang saya sudah nanai maka ni minta tu asyipan mi sualain minta fang saya sudah maku。第3点牧师寮村本周行程8月10号到12号，礼拜1到礼拜3要出席在南投鱼池乡的阿美三周联会的一个聚会。愿神祝福全网目前西美洲会、阿美洲会跟东美洲会3个洲会的牧者大约有150人左右这个地方来出席，愿神恩待。赐福之后，一共有少多有9间，个多来9间好于你海大湖小会的我深安是那个那8月13号好于刚才9月4号把海方你海大湖小会的那我深安那海方的秘书上的秘书在国内是那个mengetahui sempat dia hai ko pi saksak ni pasaksak ni osen sedekah nanai kredit tabang saya pasaksak nanai ira natunga mutunga ko atara manai osen tabang osengan tak mengai ko pi pasaksak ko 甚至这个牧师寮村在出席完阿美三周联会结束之后以及谢谢小会，由小会同意就接着可以放今年度的年假，从13号一直到9月的时间，9月4号为止休假期间的职务暂时由我们的代议长老、吴学亮长老来代行。那同时也请各位姐妹弟兄不用客气还pasaksak osen uskoksi nimdasa sakita mungkin ikaw dia andira termak nai atau minta hal atau kamu tu apa tinggal tak pandang现在小会同意了除非牧师出国在休假期间如果教会有发生重要的事情，请不要跟我客气，就直接拨到牧师的手机当中，你就即刻从那个休息的地点来回到教会当中来协助姐妹弟兄来处理最重要紧急的事情。Saya sebab luka mangai boleh saya katakan那今年度的西北中部的儿童主日学，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改为南区跟北区来进行过去的为期4天3夜、3天2夜这样的情形，因为今年的疫情的缘故，所以就分为南区跟北区。北区在8月22号在我们的教会来办理那来刚刚报名把他妈咪报名多万米大妈够请各位我们亲爱的家长，如果你可以在这里这个主日之后马上报名的来参加这个儿童主日学，在8月22号在我们教会所举办的，报名费300元交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跟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校长。第5项是有关新民中会妇女部的举办的一日游活动，地点在宜兰那日期在9月19号，要请尽快来报名，那报名截止日在8月31号为止刚刚在8月31号为安。如果说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因为身体的缘故或是因为老化的缘故，有许多老弟兄老姐妹们行动不便，甚至卧病在床所以求神有帮助弟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天天就放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当中，去纪念这些辛苦的我们的姐妹弟兄们，通过各位的带到神会垂听之外，我们也恳求神怜悯来医治我们辛苦的姐妹弟兄。还有都是小组好友，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早上我们所安排的本周的金句播了给他班哈阿西。也请我们领到的我们的家人们也一起来开始来诵读今天早上我们的金句，我愿请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提摩太前书2章8节，读一遍起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摩太前书2章8节，还然后我邀请会丢盖来通过这首诗歌求圣灵浇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下一幕。
带来这么美妙的歌声，带着我们的这个弟兄一起来敬拜这位崇高的上帝。多多主导欢迎阿西比亚都放在了主大。今天早晨我需要用3种语言来跟我来诵读今天早上主义者侯牧师所预备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的犹太前书第2章第8节。第一次牧师要用中文的部分来诵读，第二段要用泰雅语来诵读，第三段要用阿美语来诵读。已经它很短，可以一起在心中一起跟我一起来默念。今早上我们的经文在新约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8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第2段我们要用泰语一起来读。Kena untuk kaya niuk sebelum untuk Timote sajin pakai sebab tinggalkan. Dikuyan mehana kaya anak inuga semuanya saku pezimu go kemalikoi ilungan balai pura untuk kaya lemelik kebak pezimu ini Ahmad ini file kerja OK 好第三段有没有阿妹来一起来读sa Timote sa Tapusang sa Palo Pusir ay sa Puswar ini ano masakmo ko iswato ako ito oray anak itulong ko kakanayan nanay ko sa ulit nay ko palojok ng raa kakamay itulong nanay sa ay kakater sa ay ka ta sulit-sulit sang ra 这是阿妹部分。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有盖的牧师，我要两位牧师来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早上的题目是与神同行的父亲Mararizay mi haklong tutapang mama saan Mararizay mi haklong tutapang mama。那黄牧师我们去年去南非九盖一起跟南非九盖来参与他们在母亲节的这个礼拜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传道师在感谢上帝在2019年12月14号的时候已经通过了牧师资格的这个考试，所以周会就定在2019年12月14号来进行光临牧师，所以他这是非常新的一位牧师。我相信通过他过去在神学院从05年的从神学院毕业之后，过去所接受这些神学的教育跟神学的熏陶，跟他每一天跟上帝同行的时刻通过今天早上这书经文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8节，这是来帮助我们。虽然父亲节已经过了昨天是父亲节，不然一天。我们仍然可以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作为父亲的怎么样透过圣经当中来帮助我们去学习像天父一样为父心肠的样式。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牧师毒药牧师。来吼，我就会讲这一句抱歉了因为我从神学院的第一间实习教会就是阿美族的，然后我一直在那边想要学你们的母语但是真的还是会忘记，我可能有一点语言障碍啦，所以我就用华语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要讨论说我们父亲节我们哪会教会要去哪里聚会的时候，说我们要出去呢，是在我们的教会礼拜的时候。但是我们长子都有一个默契，说我们到樟树教会来礼拜，所以感谢神。但是呢，我们可能会疫情可能会有一些耽误，是说可能会取消。但是感谢神让这一次的疫情都能够趋缓，
然后我们都顺利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当然，我很感动的是，你们最近有什么丰年祭哦。我那时候师母跟我讲说，可能会人比较少哦，因为他们会去丰年祭。但是今天我看台下的各位真的是很捧场哦，来接待我们教会哦。我想说可能比较少，但是我相信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招待哦，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这样子的爱彼此的连结，有他的感动在我们的当中。今天牧师来到教会当中，就是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我一进来就看到你的师母在用鼻胃管哦。你们知道我们的师母是我们哪会教会的母会是在我们哪会教会的。其实我们教会一直在为你们的牧者祷告，特别是你们的师母在生病的那一个期间，我们也是一直为她来迫切祷告。而我也同理你们牧师阿兹牧师的心里因为前阵子师母也生病。他要牧会，然后也要照顾家人、照顾孩子，我相信他的心里是非常焦躁的。但是我也常常为他祷告。但是感谢神在那么严重的病情当中，这是一个神迹，上帝给你们一个恩典，有一个师母在你们在这里，也是我们拿会教会的荣幸。他生病还仍然来服侍，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进到教会里面，神就一直不断跟我讲话，一直那个灵一直在我心中燃烧，所以我有很多话要分享，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跳动的话，就去刷力，然后就是说先求主来怜悯因为今天太多感动想要分享，而今天不是今天，是昨天我们的父亲节已经过了。其实牧师在这边要分享，我又是那么年轻的一个父亲，我再看在座的每一个父亲都可能当了爸爸60年、70年，甚至有40年的。我看，其实我这样分享的话，就是你们比我更有资格说父亲这一个讲道这个分享，的经验比我当爸爸才4年而已。其实我要用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们比我懂得多。但是呢，从这样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我只能从神给我说的来分享父亲的角色。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的这一代，因为我比较年轻，我只能跟年轻的这样子的一代来分享。许多的女士们可能不愿意这样说，是说爸爸是一个很尊贵的这样子的名字。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想法说，爸爸是男人最可怜的名字啦。或许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一个形容词。我们看 PPT 的往下按一下。好，在世上我们定位父亲的角色是什么？在箴言的23章24节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而欢喜。在这几年的服事里面，我听到很多刚结婚的男士，然后很多爸爸来跟我诉苦，他们说这年头男人好辛苦啊，在外面拼事业、拼经济，回家又要拼家事，做一个新好男人。平常在外面已经够辛苦了，回家还要被太太骂，被孩子嫌。很多弟兄一点都不羡慕爸爸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时候我还没怎么样，那时候我还没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不认同啦，说没有嘛，爸爸应该不会那么难当。结果真的我生了孩子之后，我真的听了这样很多爸爸的经验，他们讲说，当一个爸爸要有5权啦。这个5权就是说，第一个要薪水全部要交给老婆啦，第二个呢，家事要全部做，第三个呢，这个最夸张了我常常那一个师母跟我讲说，你好胖但是呢剩菜全部给我吃，真的就说孩子的剩菜呢，因为那个你要给师母说我要减肥，然后爸爸就要全部吃掉，然后
胖一点没关系，多做一件家事都没关系。第4个，我真的没办法认同，但是你一定要做，什么事都要全部认错。哦，所以现在我的孩子已经4岁，大女儿哦，她开始会骂爸爸嘞，都是你的错，你好小气，奇怪哪里来的？妈妈学的嘛哦，就是很特别哦，就是但是你爱他们，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要让这个事情都告一个那个落一个落幕，然后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然后第5个，有气全受。所以做一个爸爸要懂得包容、接纳太太、孩子一切的软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哦。但是当爸爸的，我们要成为一个爸爸的，真的是要与神同行。如果没有与神同行，在这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里面，如果你没有办法全部受气，你没有办法包容家人，你们的生活真的很难延续下去。所以呢，男人一想到老婆跟孩子无止境的这样子的要求，其实呢，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生育率那么低？为什么怎么样？为什么不愿意结婚？因为真的要当一个爸爸很难。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世代很多做爸爸的，很多在缺席了，做得不够好，不理想也罢。很多年轻的孩子不愿意，害怕做爸爸，因为是没有好的榜样。那么今天昨天父亲节，今天要这样子的分享。父亲的这样子一个分享，爸爸真的是这样子一个很尊贵的名字吗？各位弟兄姐妹，不是你说我说，也不是中间哪一个人可以决定这件事情，重点是上帝怎么说。上帝怎么说？父亲的角色，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他是透过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如何当一个父亲。有一本书叫《富爸爸和穷爸爸》，很多人以为富爸爸就是有钱的爸爸，能帮助你一臂之力，可以提供你钱，让你少奋斗30年了。而穷爸爸呢，就是爸爸很穷嘛，一点都不可以帮助你。然而这个书不是讲这个概念，这本书是说穷爸爸、富爸爸要教你怎么样做理财、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不同的观念，使你成为一个有钱或是穷人。同样的，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好观念的爸爸，会养育出好的怎么样儿女；有一个坏爸爸的观念，会养育出一个坏爸爸的儿女。我们看一下旧约的这样子的一个爸爸。好，往下。好，如果你们有看到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起。在旧约里面的爸爸，其实他有一点是要让我们去认知的，就是法条规律、律法。就是如果你真的做错一件事情呢，他就会惩罚你，或是会用最严谨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是一个做法来怎么样管教你的儿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亚当其实呢，他有没有把他2个孩子教好了？所以呢，以至于这个2个儿子手足相残。亚伯拉罕也不是一个好爸爸因为他出卖他的太太，然后拿儿子去献祭。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可能也是不是很开心的。所以呢，犹太人的传说，撒拉和听闻亚伯拉罕的儿子去献祭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惊吓过度
以至于以撒和雅各是怎么样很偏心的。我们来看撒母耳，他有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教好？他的儿子怎么样不行他的道？大卫呢，对子女的问题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子女这样常常犯错，他都怎么样假装没有看到哦。从这样子心理学来发展，影响子女的身心发展，母亲一直占有怎么样绝对的角色。然而近期发现，父亲对子女的心理发展，或是说价值的建立、人际关系的塑造，以及他未来职业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其实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青少年有问题，其实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来自于他们童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期，甚至婴儿时期跟他父母家人的关系。在今天的分享，老师说，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当父亲啊！各位弟兄姐妹，在你国小、幼稚园、国小、高中或是大学，有没有一门课说如何教你如何当母亲，如何教你当父亲？没有我这样想想，真的真的没有人教我如何说要怎么教孩子。要怎么就是有一门课说你以后爸爸会怎么样？没有，这都是要怎么样？我们要看你的爸爸，或是你的舅舅，或是你的家族是怎么带孩子的。我再怎么挤出来，我终于有想到我爸爸跟我讲，就说如何教，就一句话：好好照顾你的妻子、孩子。他只有教我这一句话而已，但是我不懂。雷基拉汉拉基苏鲁内林苏就是阿美族我不知道怎么翻，然后就是打印，就是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样老人家的这样的传承。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即便我们没有怎么样受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其实我们都在看。有一次呢，牧师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先跟他们讲说，到底那时候是母亲节，我就给他们说，我问你一个问题，跟他们说，到底哪一个爸爸比较伟大，还是妈妈比较伟大？然后有的人说，举手说妈妈比较伟大，有的那个孩子说爸爸比较伟大。然后我再给他们画一张纸去叙述说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当他们画完的时候，他说，因为那时候是母亲节，然后第二次是父亲节了。好，你们画一下天父的形象。有的人把有的很有那个什么，很有才艺画彩虹啊，很漂亮，然后画十字架，画耶稣。我就看到一个孩子他把天父，他就一个人就代表上帝，拿着一个锄头啦，锄头你知道吗？就是去耕地的锄头。因为我想说，你怎么会把那个上帝画成再拿一个锄头呢？他说，因为我爸爸每次都工作啊，所以认为说他把天父上帝是当做一个因为他爸爸是什么样一个很爱工作的人，是一个很常常一大早或是很晚回家的人，所以他就认为那个观念的时候，他把上帝也是当做一个很忙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各位弟兄姐妹从这里看。从这边可以看到说，我们不知道神长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孩子就会用画来怎么样去画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旧约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圣经人物以诺。以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虽然圣经没有叙述他很多的故事，但是呢，圣经唯一跟他在里面的一个经文是，他是蒙福的人。他是蒙福，因为他怎么样？他与神同行，而且你们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他是唯一被接上的，就是说他不用死，肉体都接到上帝那边去的。
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呢。我们父亲节到底是为谁而设呢？不是为了父亲节而设吗？我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的很小之前就没有父亲。在上礼拜有一个我们青年组日，有一个青年他上去分享的时候，他国小都没有父亲，他一直心里面就有一个残缺在他里面，他一直没有办法享受怎么样上帝的父亲的爱，因为怎么样，他小时候就没有爸爸，他很渴望有父亲，但是他的生命就是如此。有的人也是这样子，因为生出来就没有父亲。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当他要分享前，他就跟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子跟他分享，他自己都很感动。我跟他说，有一个灵告诉我说，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你跟你父亲那一个失去父亲的爱，上帝帮你修复。他当场就大哭，他当场就很感动。当他愿意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只有神的爱可以得以完全。即便是你有父亲，我们的父亲有分好几种，然后有慈爱的，有残暴的，有不理人的，有很有爱心的。每一个父亲的我们的爸爸都不一样。但是呢，若你的爸爸是与神同行的爸爸，或是你已经没有爸爸，但是呢，你愿意来服侍神的时候，上帝会填满你那失去的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旧约的父亲就是怎么样？旧约的父亲就是当下我们会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式的，不是说在那个法律式的，是严谨式的，我们得不到那个背后的爱。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爸爸。从新约看一下第三个。好，好吧，我们来读一下上面的经文。好，一起看到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各位弟兄姐妹，好，其实我们在跟我的亲人在聊天的时候，我的爸爸的角色是什么？他说：“爸爸一定要有孩子啊，有孩子才叫爸爸啊。”但是我想，耶稣有孩子吗？所以耶稣不叫我们的天父咯。所以新约彻底来改观这个爸爸的角色。像我有很多一起同期毕业的同学，已经6年了都没有孩子，所以他还不算爸爸嘛。其实，在新约里面，这个爸爸的角色是一种关系，即便你没有孩子，你已经结婚了，你的妻子还是要叫你爸爸，因为主耶稣他也没有生孩子。所以爸爸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刚刚阿初牧师在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全世界除了我们台湾，还在新冠状病毒蔓延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情。如果你也有认识的朋友或是亲人在国外，你也了解他们那种的心情。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基督教的报道，在前几天看到的。10年前有一个传道人，他去纽约华人教会牧会，
带他的一家人去入会。然后因为受到这个新冠状病毒，你知道纽约是美国最严重的这样子的一区哦，所以呢，就像跟我们一样哦，在我们那时候疫情比较紧绷的时候，我们都视讯了，都视讯都没有来教会，所以他们教会也是一样，他是牧会大概200-300位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徒，然后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没办法聚会，所以都用视讯。所以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感谢神，神保守我们。如果疫情继续延烧的话，我们连坐在教会里面敬拜都不行，我们连坐在教会来一起唱歌都不行，我们连怎么样听牧师在场这样子分享也不行，都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话回来说，那一个牧师，他每一个礼拜在视讯礼拜的时候，他都非常心非常的痛。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徒一个一个走掉了。他在视讯的时候心非常痛，为什么？一个一个走掉，因为疫情非常的严重嘛，不是在医院的，因为医院也没办法在那一个所谓的那一个加压病房，他也没办法视讯，所以他的家人说他加压病房，有的人怎么样去世。所以那个牧师呢，他就非常的难过，他有想过说，他怕他的家人怎么样，他的家人受到感染，他有3个儿子，就是受到感染，他也都没有读书啦，都是在教会啦，所以他每次到教会的时候，看到这空旷旷的这样子的一个圣殿里面，他心情非常的软弱，他也看到的信徒一个一个走，一个一个病，他说。我回台湾好了啦，为什么？回台湾是一个净土，他想叫他的家人走，我们回去，我们回台湾。但是神告诉他，10年前神呼召你到美国去纽约的地方，你要牧养他们，你是他们的父亲。他被这一句心就被感动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牧者就是父亲，你的师母就是母亲，这是属灵的角色。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啊？但是呢，我们愿意来牧养你，心甘乐意来牧养你，就如那一个牧师一样，他把他的羊群成为他的儿子、女儿来看待，他不落跑了。即便他说他的孩子若受到感染的话，我愿意全然向神。这就是一个关系，跟你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人与人其实真的很难改变的。其实打从内心那个牧者是说，其实他真想离开，是因为他与神同行，他顺服上帝。所以呢，他也在最后那一篇文章就说，台湾真的是怎么样，是一个神怜悯的地方。所以你会觉得，因为我们的疫情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蔓延在台湾里面，神给我们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基督徒的角色在台湾里面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继续为全世界那疫情严重的人来祷告。上帝重新拣选我们台湾的基督徒，为全世界这样子的一个病情来祷告，这是非常荣耀的身份连外国的人都想要回来。所以呢，这是一个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与神同行呢，就是当我们基督徒试着在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寻找这样子的平衡点的时候，以诺在家庭里面也是与神同行。为什么以诺没有这样子的困扰，没有被这样子的一个他的生命是在圣经里面都没有说像很多像大卫、亚伯拉罕，他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波折放在那个故事里面，而以诺没有，因为他怎么样与神同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即便你现在
你跟你家人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即便你失去了一段婚姻，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神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在神里面我们重新找到你跟上帝之间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样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每个父亲要学会祷告。前面说，请不要做什么啦，你就要学会为你的孩子来祷告。这是圣经对爸爸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命令和角色，就是你要为你的怎么样孩子祷告，为你的妻子来祷告，为你的家人来祷告。这是怎么样一个最重要圣经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彼此的学习，使我们能够怎么样与神同行。当然不是就爸爸与神同行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人生不在乎长短或是内涵，不在乎成就和关系。其实我们可以在家中，我们继续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很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常常跟我们哪位教会的信徒讲，然后好像只有在教会有耶稣哎。我们在这边说平安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然后一个礼拜跟信徒很久没有见面，就可以聊很多，然后可以分享很多，但是呢，回家就没有耶稣了，回家就吵架了，回家就比较自私了，比较就想要放松了。很像让我们的全部，应该说我们全部来住教会好不好？因为教会有耶稣，不要回家住了，因为回家就吵架了。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教会与神同行，不是就在教会，我们要把耶稣带到家里面，有耶稣在我们的当中，都怎么样？是蒙福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以诺一样一个丰盛的人生，最大就是与神同行，好不好？现在我们请在座的父亲起来一下。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起来的话，没关系，可以起来的，我们一起起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好，没有孩子的也是爸爸哦，有结婚的都可以站出来哦。好，这时候呢，你的家人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好不好？好，你的家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哦。跟你的爸爸，你可能已经好几年没有跟你爸爸，如果没有孩子没有来的，你旁边也可以互相拥抱啦。可以。好，如果是你的阿公，如果是你的舅舅、叔叔，好，你们给他们一个拥抱，拥抱是最直接的爱。这是一个父亲节很感动的时刻。当爸爸真的不简单，当然当妈妈也不容易。但是呢，神呼召拣选我们成为这个家庭的。圣经说你们是头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和恩典。也许现在你们在经济压力上，也许你们可能在感情上，可能在你们的身体上有一些疾病，但是呢，神愿意再一次来浇灌你们的内心。这世上不在乎什么，只在乎上帝的爱。感谢神，今天是一个感动的时刻，好不好？我们再一次为我们的爸爸一个掌声。辛苦了。好，当然我
我们也请没有爸爸，就是没有爸爸，你是当母亲哦，那什么要怎么讲啊？以什么啦？以我不知道在讲，这卡啊，就是那个没有，就是你的妈妈哦，就是来照顾孩子的了哈，也可以起来一下啊，以父代母，以母代父哦。好了，不管了，不要这件事来卡住了啊，然后也辛苦，有些是因为那个妈妈当爸爸的角色了，也有辛苦你们。然后牧师在这边为你们一个祝福的祷告，即便你们辛苦，即便在家的里面你们可能受了一些委屈，在公司上可能被老板，可能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此刻起你们愿意站起来，我相信神的祝福。神的恩典重新要帮你们解决一切的问题，主啊，我们真是来帮助他们。牧师在这边为你们做一个宣告祷告，让你们与神同行，让你们成为一个尊贵的爸爸。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这些站起来的父亲都要配得荣耀。主啊，这些父亲是你拣选出来的，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养儿育女，使他们能够正式来担当这样子的一个父亲的角色。主啊，我们人不能改变什么，我们人不能解决什么，唯有与主同行，唯有与神同行，才以得到蒙福。主啊，让他们成为雨落，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泉源。主啊，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的职分。让他们看见，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为他们的家庭祷告，为他们的妻子来祷告。主啊，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可以翻转他们家庭的生命，也翻转他们的灵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来感谢你，再一次来祝福在场所有这样的一个父亲。主啊，让他们刚强壮胆，让他们有公义怜悯的心，使他们能够再一次来服侍主。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样子今天的这样子的祷告，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让我们重新来看见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主啊，这个角色不是社会，不是世界给的，而是圣经神你给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在乎神的心意，而不是在乎这世界的心意。主啊，重新来调整我们，让我们一个愿意服侍，让我们有一个爱的父亲。主啊，我们谢谢你，再次来呼召、来拣选、来宣告，让我们每个父亲成为与神同行的父亲。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再次为我们父亲来开掌，感谢神，愿神祝福各位。谢谢黄牧师为我们带来的鼓励跟祝福。接下来就请儿童主任学来有一段的舞蹈。谁也看见疾病都医治。
个掌声，也给天父一个掌声，再来一场。谢谢王英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爱，给予他奉献。来唱这首诗歌，感谢耶稣。Wama dunia begini kakarai dan kaca kami wama. Wama naik ke bawah tak isu. Ada tak kapot ulung ku dihai atau mati kaya tak isu. Dipahak berjor. Ani patala. Cuma kira kesai kilo kaya ini nak boleh kilo kaya sama mai. Oh nana ada tu isu pada saya berjor tak diam. Tak tu nak di pos isu. Utam-utam tau ini akan sama. Kalau ketika tinggi aja, ini tu soal janu tak dapat awan misu loksi ini pas tinggi kita yang awam. Akan baik mahan untuk nikah, baik lu harus so atas dunia. Ini ikan aja misu, misal kaya awam. Kalau dia tukur ano man ko nakataw may lawla sa uma naraida at sa kiswa kapot hindi tanyanan. Bukan siya at sa kami wama kapag sa miso ko ka
Udah tu kena ulah tak usah kakak lo king laju king kasih king tu tulah akhirnya cuma ini ada pada yang tu besok tu patani terus ini kakak satu satu mama anenton miso ni kak saya tu naki mama ang saya ini wawa isu na hawa dikapi cu buatan miso tu ngai kutirin no bo lum no saya kakak cak bawa miso ini kalau 谢谢你这个说呢，昨天他都懂，把你喊弄听他把那个说，也是给多少讨论，阿门。这些得了怎么了？之后再请不要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但愿望你都在每个生命。
站立接受祝福。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无穷的大慈爱、圣灵的感动浇灌在每一位父亲身上，也保守南汇教会、樟树教会的弟兄姐妹。愿神的灵与我们同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新教会、樟树教会妇女开一个舞蹈，曲目叫做《阿姆山洞》。
我就喊安口。好，这段时间我们要张教会要赠送一点礼物给我们的客人有干，然后请我们带一张兄弟长老到台前，谢谢。是来参访到访的家人们，都可以把张基教会的体系赠送给我们的家人们、客人以后看到这边锦旗，就看到我们的家人，像我们家一样在祷告当中就彼此纪念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在这个家庭大家庭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请我们的代长老、希望长老来，请牧师或是谁的同仁来接受。韩式、中式、美式，你们在中间。谢谢。接下来要赠送那个跟精美的礼品给我们的就是为有盖的长职同工们不知道我早上稍微询问一下我们会教会的长老据说在15名以内是吗？请问好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就是请刘牧师来首先介绍一下然后有盖的长老跟执事在中间。这是我收到你们第2个锦旗，上次是收到1个，现在又第2个。我们没有锦旗了上次送你们5月天，这是水泥啦，他们一大早去拿的。然后我们还有3铲听说你们喜欢吃3枪奇怪，我昨天说我要去打，结果他这杀气太重了，全山就1个把蜡而已，就1个3枪感谢主了还是有那就麻烦，很喜欢吃的话再分给你们。你们人太多了，可能没办法吃，1个1分1块小小的肉。好，那我们请长老执事，请上来，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长子好，那长老在这边。好，如果上次有来到我们教会的话，就是应该还有一点点印象好，长老往这边走。好，有一个等一下好，这是我们的小巴长老，现在目前在马偕医院当副院长地下。如果你要去新竹马偕医院挂号找他就好了，马上第1位。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一个坚持乡的唯一的一个大医院太谦医院他也是当我们的副院董事长，都是很资深的护理师。这是我们的乡公所的代表，我们的叶长成长老师母的哥哥好，我现在在公所上班资深的公务人员。这是我们的中正长老他是现在我们的现任的代表他很有爱心但是他的物资没办法送到这边他只能送我们监视好，这是我们的陈慧长老，他现任在梅花国小当主任这也是我们的那一个马偕医院美英长老，他现在是那一个我们的代医长老，他也是跟小花长老一样在马偕上班。好，这是我们的小娟执事，是我们中正长老的代表夫人，民宿的老板。如果你们要来监视住去给他打到骨折了这是我们长城长老的那一个妻子雅虎执事。好，当然是面店，他们每个人都有身份无论是餐饮业、科技业，还有造船业，还有医疗都是有
有什么困难都来找我们。好，这里是我们的科技新贵，在主科上班，但是很可惜的，他已经有老婆了哦，从上礼拜就结婚了。他是我们的那个德伟执事，你最后还没到。好，这个是我们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娘，德伟执事。好，这个也是那一个你们师母的最小的弟弟，然后他现在是警察退休后，然后他现在在那个经营很大的露营区。好，如果你要来，也是打到骨折了啊，也是跟我一样喜欢打猎的哦。我们怎么找就一支那个3枪啊，不好意思啊。好，这一个是郑重介绍了啊，我们都要给他嫁出去，没办法，免费送女朋。他也是我们的很有价值的男人哦，他一直想要寻找他的另一半。如果有没有可以的话哦，把他留下来哦，不要他。心想只是目前是也是公所上班的公务人员，然后很有信仰哦，很虔诚，然后最重要的时候他单身了。还有一个执事他没有来，就是唯一的执事是阿美族的，到时候可能会相冲，然后没有，因为他们开玩笑，他们是家庭旅游，所以他今天没有来。就是你不是执事，阿美族的那个嫁到那边的媳妇都很认真，他是主日守校长、妇女会会长哦，他都担任过，都打败我们泰雅族的那个妇女啦。所以你们阿美族真的很棒哦，但他今天没有来，我们大概，我们的对不起哦，不然我回去被师母骂了哦，忘记每次都忘记了师母。还有一个孩子，一个我的大女儿在那边，不要叫上来再骂你来，这是这样子，我们教会的长子还有师母。好，那谢谢大家，欢迎我们能够来到教会，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然后更感谢上帝能控制这样子的疫情，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来到这一个教会来一起来荣耀上帝哦。谢谢你们的招待，谢谢你们欢迎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感谢，彼此的感恩，让我们彼此的来服侍上帝哦。还有孙荣长老，孙荣长老来吗？孙荣长老，还有我们的阿美长老，还有他们是刚退任，像来是一样。一个是母语老师，刚退任的长老，他们也是很认真来服侍。这是孙荣长老。这是我们的美平长老。好，我们再次谢谢你们的招待，他们的礼物，谢谢你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主协校长。因为我们主协有准备每一个爸妈一个芭乐，好希望我们天天快乐，祝你们天天开心哈。所以我们今天约的太多哈，我们分2个批次好了。50岁以上的，请站立啊！我们请小朋友发给你们。50岁以上的爸爸，只有爸爸有50岁的爸爸站起来，站起来啊！那有小朋友有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好，来小朋友，反正站起来的爸爸都发给他们一个啊。
加码哈，我说还要有一份礼物给我的弟兄嘛，很贵嘛，只要你是男生男士你就站立起来，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长老来颁证这个精美的小礼品，这样。到前面吗？好啊，再请两位有爱的弟兄如果您是弟兄，再一次来到台前来，谢谢。对。我到过那个傻湾部落，还有莺歌桥下部落、三一桥下，我做那个专题报道。可是就是没有到这个花东新村一样的遭遇，所以我今天看到，什么在那么好，马路咁好，拍好的抓过。Matengir kaya sono hagi sunni awi unai dinai fataan nai dinai kaliku nai dinai pusung kita pilias kita tunyaro taini kita iritan paruan tu rumah memita masa mahalo paling kamu hawi pakar tu aku tanung tuk cipagi tanung tuk cipai mau hari tara cuat kita hawi Irai kawas, saya katawar numita kawas kita. Ura, wama numita ikakarayan. Anu tayi sangin siya tayi numita isawat hawi. Irai kawas. Kita sikatsan numita masa. Oya matar menday kita makacat say.
Nakakira ko boxing lumita. Sita na nga ko boxing. Mikirin tanan. Masa, mga bakyo kay. Aruman sa likaka. Uy, inay sa to sa likaka. Untaan naman po naman kayo kawas. No, hani. Itinisin sumot sa mirawi. Kahit po mahira. Oraro to kawas. Santo ko ng mira. Kita upan sa awaan. Kasi naadaan ko ulit kita. Upakuyod ko ulit. Nanay kita kami. Masa sa araw kita. Ano, tarong ko to. Ano to bansa to? Maraila-ila kita. Maparamad ng kawan kita. Atira ka ko suat ko. Aray. 要翻译的到后续揭露。好，后面你打不着说我们那个已经要回正那个长持的哈。